香港係冇離婚證嘅，無論係協議離婚定係訴訟離婚，香港居民都必須要取得家事法庭簽發嘅絕對離婚命令，先至算係喺法律意義上面嘅離婚。而呢份文件咧，想喺內地嚟使用嘅，佢係唔可以好似結婚證咁樣簡單經過香港律師進行公證、家章轉遞認證就可以用啦，而係必須要經過特定嘅法律程序先至可以用。根據2022年2月15號生效嘅內地與香港婚姻家事判決互認安排，持有香港絕對離婚命令嘅，向內地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司法認可。所需要嘅材料咧，主要有以下5種：第一，申請書含有雙方嘅基本信息同埋你嘅具體訴求；第二，經香港法院蓋章嘅離婚令副本；第三，法院出具嘅生效證明文件；第四，如果涉及到缺席判決嘅，需要補充傳喚當事人嘅證據；第五，經公證嘅身份證明文件，如果唔係中文嘅，需要附加中文譯本。而內地嘅離婚判決或者係調解書喺香港使用嘅話咧，需要向香港區域法院申請登記以及執行。材料要求同埋內地嘅基本係對應嘅，控費嘅時間咧大概係3到6個月咁樣啦，視個案嘅複雜程度而定。第二，就算文件已經經過公證而未經過法院互認程序嘅，你喺內地嚟使用係冇效嘅。我哋比較常見嘅誤區咧，主要係2點。第一，誤認為結婚證公證嘅流程亦都適用於離婚文件，而事實上咧係離婚嘅文件必須要走司法互認程序。第二，你認為攞到香港嘅離婚令就自動解除內地嘅婚姻關係，而事實上咧喺內地如果涉及到財產分割、子女撫養等問題嘅，必須要完成互認程序先至可以認可。